因为我们要来欢迎的就是我们这个家熊高追耶啦，到底那个婆婆有多高追耶？让我们来欢迎我们可爱的婆婆钟欣凌、欣凌姐，还有演技精湛的许杰辉辉哥，以及高追的黄佩嘉，还有偶像团体 Energy 出身的张书伟。熊高追耶啦，高追组合。 有，你有刻意扮老吗？没有吧？我多上台前有一个公司比如说啊，有钟欣凌那不然要笑人，我跟他讲谢谢，我已经待10几年没听到这句话。有了，其实我觉得身材帮很大的忙，身材其实不用减肥了。对，然后其实造型一做，其实头发一弄就差不多了。对，一家的角色是克未来的公公，然后克小孩、克夫。我们有3金嘛，金曲、金马、金钟，他也是三克，公公、老公、小孩，戏里头，克3代，对，克3代，对。你这次得奖几率？我觉得能入这是屁话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能入围已经是很感谢了。然后我觉得得奖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对。但是我还是会写好改年再上台。没有，就是我想要谢谢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想要谢谢很多人，所以我还是对会。上一次得奖的时候的感言就很感人呐、那一次就真的很有感觉，就觉得自己很多人帮忙，对，就希望这次对，但我觉得很开心，我真的觉得能坐在下面跟这些人已经很开心。不过入围有很感慨吗？我是其实蛮有一些感想。惊讶的啦，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嘛。是第一次吗？算是第一次啊。对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一天是公布的，然后也是我在录那个综艺《三国志》的时候，突然车上的人跟我讲这件事情，然后那个节目的制作人，我想说他从来不会打电话给我，好有趣哦。再来就是我的手机其实也不会响，因为没有什么人会打给我。我想说怎么翻起来，怎么制作人打这么急，我就先把它按掉，因为我们在录影。后来我就想说什么原因他找我这么急，才知道说是入围的事情。开心。今天不知道有报名。报名我知道有报名，可是那个报名都是半年前以前报的名啊，根本你不会去想说，就是直接当下你没有想说是你入围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我只是想说这制作人到底要找我干嘛，怎么那么急？在回想就是说，过去怎么样，而是你要看我怎么样重新站起来，然后面对你自己未来的人生嘛。因为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一样的。他有跟你求助过，就是要你帮忙什么，就很需要找你聊聊之类的时候。我们有共同群组啦，就是，但是他只要需要聊的话，我也不会排斥啊。我只要有时间的话，就像上一次被拍到，就是我有跟他去外面聊了一下，然后主要我是看看他的现在的状况如何嘛，因为我总不能一直听到或者是看报纸得知嘛，我还是看看他本人状况跟整个心态是不是还是健康的。那我觉得这是身为朋友才是最需要在意的，就是心态能不能就是健康，然后不要一直很悲观这样。整个人给你感觉就是在恢复中啊，但是他必须要咬紧牙关嘛，因为这个过程其实一定是辛苦的，但是我希望所有当事人都可以重新站起来。